加拿大嘛出现随机杀人的事件，至少10个人死亡，15人受伤，已经锁定2名嫌犯，要赶紧来抓人。英国首相之前 Truss 这阵拍败 Rishi Sunak， 选调英国首相，这就是英国第3位女首相，温存1礼拜提出能源对策。罗西亚话要切断就切断，德国这天然气这阵能源价销是大起，德国政府要推出650亿欧元来进行补助。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关心，咱讲到加拿大嘛发生着随机杀人的事件，有2个嫌犯咧，昨日是亚多啊乌白台，至少造成10人死亡，15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经锁定2个人嫌犯哦，公开因的名声和相片，当咧抓人。加拿大总理 Trudeau 也透过 Twitter 来表示讲，这件代志让人真伤心。警方也呼吁嫌犯赶紧出来自首。发生攻击的所在，警方正伫咧进行调查。加拿大伫咧随时发生随机杀人事件，有2个嫌犯举刀杀人，至少造成10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經掌握2名嫌犯的身份，並且公布伊的相片甲名，全力伫咧追抓。Damian Sanderson is described as a 31-year-old male, 5'7", 155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Miles Sanderson is a 30-year-old male, 6'1", 240 pounds, with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警方讲，攻击的所在有13个，皇家骑警伫咧萨斯克彻温的省内发布危险任务的警报，因为嫌犯还佫伫咧走路，警报也会扩大到附近的2个省。同时讲，部分被害者敢若是嫌犯的目标。It appears that some of the victims may have been targeted and some may be random. So to speak to a motive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investigation will certainly focus on that aspect of it.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透过推文表示关心，并且讲这件代志让人震惊心碎。萨斯克彻温的省长也发推文，对被害者甲家属表示哀悼。警方是呼吁嫌犯赶紧出面自首，并且警告民众开车时阵最好是莫载身份人。公司新闻陈玉林编译。中国这个天灾意外非常济，今日中昼12点多2分在四川甘孜州罗定县发生6.8大地震，深度是16公里。根据官方来通报，目前已经知影至少有21个人来死亡。真侪伫咧成都、重庆这个网友咧，伫咧微博头顶表示讲这地震有够强烈的，并且有甲地震影片拢甲伊传去咧网络顶。根据央视澎湃新闻甲全港新闻的这报道，目前通报是21个人死亡，部分道路咧甲通讯拢总是断去，人家厝损断，具体损断的这个情形也搁等待咧调查当中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派出人力来全力抢救。今日大代志就来关心英国首相到底是谁来担任后一任的首相？咱看到讲英国保守党党主席的这个结果是伫台北时间今日暗时7点半正式有答案。现日英国外交大臣 Truss 是81326票拍败对手前财政大臣 Sunak 这个6399票，所以成做保守党新的党主席，嘛是英国的新的这个首相。这个咱讲 Liz Truss 嘛是英国历史上第3位的这个女首相那么讲到47岁这个 Truss 过去是 Oxford 这个大学毕业，2010年当选到英国国会议员，做过教育部政务处官、环境大臣、司法大臣兼大法官。伊嘛是英国历史以来头一位女性的这个大法官。Truss 伊的这个政治资历非常的这个完整。对手咧，Sunak 敢若做过财政大臣，从这个角度来看，Truss 真正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咧，自第2阶段党员登票以后，Truss 这个民调声势就一直超过 Sunak。即阵伊嘛是这个 Margaret Thatcher 和 Theresa May 了后第3位女首相。伊上任了后，嘛要面对40天来上悬的通货膨胀，承诺1礼拜要释放相关的政策来合法运用。英国新首相人选最后总算确定，特拉斯是伫柴契尔夫人梅伊了后，英国第3个女首相。不过，前首相强森时值看守2个月以来，政府拢无运作，期间连续经过通货膨胀、能源价格大起、产业起落者问题、加深长期衰退、加人道危机，政府的具体政策未当搁等。Within 1 week, I will make sure there is an announcement
on how we a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energy bills and of long-term supply to put this country on the right footing. 46岁的特拉斯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信奉减税加小政府，一切是强调会赶紧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佮提出促进经济成长的计划。具体细节是还未公布。根据伊的讲法，包括暂时取消能源小单中用在绿能转型的燃料税，改变强生政府推动的国民保险费起价。另外，佮通过紧急预算提供300亿英镑的减税做法。特拉斯反对直接补贴的做法，按过无论减税还是取消保险费起价，主要有好处的是中上阶层，真正善价人根本连缴税条件都无。特拉斯面对这个质疑，表示对好嘅人减税是合理的，因为会当提振整体经济。中介收入者对领导阶层脱离现实，感觉真失望。I think it's about disparity between the people who've got money and those who haven't. Until yesterday, I worked for a charity who helped families with challenging issues. We had to close yesterday because funding was pulled. Something that the policymakers don't understand. They don't live that life. They cannot ignore what's going on, but I think they will. 特拉斯2019年开始插政治，第3条保守党政府担任经济部长及要职。外交方面是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对中国的立场强硬。特拉斯伫2016年脱欧公投期间支持留欧，不过通过了后立刻全力支持赶紧脱欧，也一直是强生政权坚定的支持者，所以受到强生派党员的信任。党魁之前顺利胜选，切拉特拉斯要前往苏格兰接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做首相。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确立新宪法的这个公投初计票，反对派是占较优势。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美国半导体协商咧协会啦要加强和南韩合作，就是中国企业惊到会受到真大影响。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伊讲新首相这个 Truss 嘛风声讲，这阵强生派Mr. Johnson 要个投出掉对新日报这个首相进行信任等票啦，相关人士讲Johnson 你都要避免这款政治自杀的这个行为。再来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伊讲其中选举个剩60外天司法部这阵查出到内部无成文的这个规定嘛讲处理 Trump 这阵真正是较白卡白手，出现新的这个困境。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伊讲这个黑人为主的这个 Mississippi 州这阵佫有食水的这个危机，外界嘛咧讲天灾呈现环境种族主义这个受害者这款部分。继续来关心这个欧洲的部分，因为能源继续直直的起，再加上这个罗西亚用提供天然气供化灯特别切灯，德国政府这阵宣布要提供一个650亿欧元的计划。总理肖兹也表示讲望这个补助会当让德国人民顺利度过今年的寒冷。另外咧，法国政府初二也宣布讲，法国所有的核能反应炉拢要来重碰伫德国西部都市科隆加路有2派示威群众，其中差不多2000个，住伫德国的俄罗斯的侨胞上加路抗议，要求德国唔通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对俄国的相关制裁爱收回。另外，数十个甲伊对立的群众是伫科隆一个教堂外口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Ganz einfach, ich bin Bäcker und werde wahrscheinlich gegen Jahresende meinen Job nicht mehr haben, weil die Gaspreise nicht mehr zu bezahlen sind. Schlicht und ergreifend. Und was fordern Sie von der Regierung? Was muss Nord Stream 2 anschalten und fertig ist. 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洲上大经济体德国深深感受到能源天价所带来痛苦，当局在找找摆脱靠俄罗斯能源。政府宣布650亿欧元的补助计划，包含退休人员每人应领300欧元，大学生应领200欧元。另外，囡仔也补贴，让德国人能安心度过这冬天。这是伫俄罗斯几下摆用维修做理由减强天然气了后，德国的上新的补贴计划，进前已经推出2项，总共300亿欧元的救济方案。Russland ist kein zuverlässiger Energielieferant mehr.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sich auf diesen Fall vorbereitet. Schon zum Jahreswechsel, etwa 10 Monate nach Beginn des Krieges,
werden die ersten LNG-Terminals an der Nordsee einsatzbereit sein. 同款为满足冬天能源需求，法国政府初次宣布，这冬天来进前，要互境内所有核能反应炉全部停放。法国以前是欧洲第一大电力出口国，按到今年有1万以上的核反应炉，目前因为维修或者是技术问题关起来。因为俄乌战争冲击，荷兰烦恼今年冬天无法度产生充足核能来帮助欧洲国家用这方式代替俄罗斯天然气，甚至烦恼家己拢无够用。法国电费钱已经欠甲历史新高。能源转型部长古纳谢表示，法国电力集团 EDF 已经向政府保证，会全力互境内56个核子反应炉在冬天来进行运转。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辑。过来看到美国前总统 Trump 在 Florida 州哦，这个白种被敲诉了后，头一届这公开行程，伊就警告 FBI 这个无场地的这个行动哦，真正引发真大这个反弹。伊也批评讲，拜登这是破坏美国民主，这是全民公认的敌人。目前 Trump 继续咧替伊所支持的候选人来求声势，望共和党在咧其中选举来大赢，将国会主导权摕倒转来，通互伊2024年东山再起。He's an enemy of the state.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 enemy of the state is him and the group. 川普礼拜六来宾州威尔克斯巴里为伊支持候选人造势，也吸引真侪支持者到场。针对拜登政府最近小连续对伊的不利举动，伊大声指控拜登进前演讲充满仇恨甲分化言论，这是全面攻击。联邦调查局 FBI 顶个月向去敲伊佛州的主题是歪曲正义，会面临真大的攻击。The FBI an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ve become vicious monsters, controlled by radical left scoundrels, lawyers, and the media who tell them what to do, but our opponents have badly miscalculated. This egregious abuse of the law is going to produce a backlash, the likes of which nobody has ever seen before. 另外一方面，川普嘛提起，虽然伊甲中国两国领袖关系良好，不过伊对俄罗斯甲中国的立场其实比其他人拢强硬。You notice a lot of ships are circling Taiwan. That wouldn't have happened either, by the way. 川普讲，民主党赶走顶一届总统大选结果，呼吁民众投票予家己伫宾州支持的候选人，互共和党会当搁赢其中选举。重新夺回国会优势，为搁建2024铺路。So I may just have to do it again. You'll be staying tuned. 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继续来看到德国在1972年在缅甸举办奥运会，不如过咧，这个巴基斯坦激进组织59月竟然冲入去奥运村 Israel 这个大厝啦吼，乌白杀人，尾手咧结共杀10外个人哦，侪人受伤。另外，德国政府过去也被批评讲，敢若想要甲去届这个奥运会办煞，啊，这件代志的责任拢该写甲222。代志发生50周年了后咧，德国政府总算和这个 Israel 受难者家属达成赔偿的这个协议，要赔2800万欧元的这个金额。Israel 这个总统受到邀请参加这50周年的纪念仪式。另外咧，德国总统 Steinmeier 也对外界来表示讲，伊为当年德国救人者不利造成惨案负完全的责任。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初时到德国展开3天的访问行程，佮伫初5出席1972年慕尼黑奥运村惨案50周年纪念仪式。迄时阵11日，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亲手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因70个亲人也来参加。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伫接待赫佐格时阵指出，德国爱坦白面对家己伫这场惨案当中的责任。Es wird Teil des Gedenkens sein, dass ich eine Würdigung über manche Fehleinschätzung, manches Fehlverhalten und manche Fehler während der Spiele 1972 in München sage. 日出大战结束27年，迄时阵的西德政府原本希望透过奥运会展现一个友善的新形象，想袂到却因为警方无较落好的研究行动，互以色列甲德国关系佫出现问题。甲罹难者家属之间的赔偿协议，甚至用半世纪的时间才完成。I said to President Steinmeier, we are not beggars, and don't make beggars out of us. Make a normal proposal, and we will accept it because we are not money wolves, you know. But this is an insult to our people. Dass es 50 Jahre gedauert hat bis zu dieser Verständigung jetzt in den letzten Tagen, das ist in der Tat beschämend.
这个当局因为保密的理由，不愿意对外透露赔偿金的确实数字。不过，根据德国媒体提到的消息指出，有2800万欧元。另外，双方国共同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重新检视茉莉花惨案的真相。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财经的消息来关心，美金强，亚洲货币就落真大哈。初五代表换美金汇率的收伫咧30.71，钱变报1.22角，创下34个月新低。中央银行嘛表示讲哦，主要是国际美金真强，强调自7月到今，拢有入场来做准则啦并唔是外界讲哇，我就放手，互新台票的这钱来变报来救出口。另外看到贸易对手国南韩的韩票，即阵对美金也来到13年的这个新价是1371.26块啦日票更加是落破140块，是创下24年的这个新价。外汇分析师就表示讲，为着要提振着出口救经济，新台票汇率有机会看到31块，但是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搁伫咧，中央银行卖互台票继续来落。是奶油啊，它已经涨好几遍，我们台币如果能够升值是最好的。糕饼业者一直话挡袂牢，讲面包、月饼制作成本愈来愈悬，除了原物料进口成本大大增加以外，最近还有台票汇率一直落，进口面油、面粉变贵，毋那来私营的餐饮业挡袂牢，就连做出口的大公司头家嘛讲，最近原物料成本变贵，生产成本增加，若是台票一直落，恐惊出现反效果。我们的原物料零组件人都必须进口，30到31，适当的，如果再贬下去，国内通货膨胀啊。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初五盘中落到30.77，尾盘央行进场调节，收伫30.71块，创下超过34个月以来新低，报1.22角，成交量是12.28亿美金。7月份也是有进场调节，那8月份也是有进场调节。9月以来嘛，当然还是继续都有，主要是国际美元走强的因素啊，并不是说我们放手，是美元走强的力道非常的大。美国一直升关利息，美金一直起，初五阿伯差不多转倒，人民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收伫6.939，报4.05分，创下2年来新低。日元嘛到140.45块，落2角半，创下24年来新低。韩元是1371.26，报10块1，也创下13年来新低。美元持续走强，然后央行后面升息的步伐没有跟上的话，那台币持续走弱，应该还是可以看，还是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美国联准会预测9月底要公布利率政策，外界预测会阁升3码。外汇分析师表示，美金会持续走强，热钱一定会回流，全部换美金。为了无要互利差扩大，央行也同齐升利息，会伫8码至1码中央。国家台票的汇率维持伫30块半至31块，互出口会当成长，阁未增加国内物价。记者综合报道。南非咧战争爆发，几若10人性侵害8名女性的这个事件，即阵集体性侵案，那震撼南非全国，也引发抗议。即阵也阁出现着讲，要对判有罪性侵犯做化学嫌罪犯的这动作。但是过去的南非拢是有差不多一半性侵犯被逮捕，另外咧，敢若有差不多7%的定罪率面对加害者也是逍遥法外的现象，人权团体也认为讲，这种做法根本是治标无治本。看到加害者大家拢气噗噗，南非战争爆发80多人攻击去 MV 的剧组，各集体性侵8名女性的家人案件，这代志不止引起民怨，也引起抗议。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内部也佫出现，要求对性侵犯化学气势下刑。Chemical castration is still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we would like to put across to the ANC, to anybody who's found to have been guilty of rape. 正是执政党内部第摆出现化学气势呼吁，主要原因是南非这几年性侵事件真多，敢若是2019年到2020年1年之间，就发生超过4万件性侵案件，平均每天115件，是世界上性侵数据上悬的国家之一。不过政府一直无法度减少性犯罪，民众也质疑司法体系无什么路向。Give them to the community because the community will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The community will know because that man gonna sit in that jail couple of years, then he comes out, do the exact same.
只是对性侵犯这篇化学气势是毋是才是应解决问题，民间反应无同。南非一名性别警察教授就指出，美国有一部分的州甲其他国家捌试行过，但过不一定会带来正面的效果。Rape is not about sexual desire; it's about power and the entitlement to women's bodies. And if you look at the brutality of rape in South Africa, so even somebody who is chemically castrated and impotent can rape with bottles and sticks and objects. 由人权团体指出，南非头先要改善的是警调甲司法问题。根据统计，南非过去差不多一半性侵犯被抓，其中只有7%被定罪。政府无注重预防犯罪，加害者常常逍遥法外，就算用化学气势，也对减少性侵案的发生无帮助。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